所以来看高雄的消息，中油大拿炼油厂又搁导火。昨暝10:35左右，高雄大拿这个炼油厂呢第三加油的燃油工厂发生爆炸，消防局出动真侪人甲车到现场去拍火。想不到到无半点钟，11:03又搁发生3摆爆炸。前日单机卖呢11点半左右赶到现场，和在地几百位乡亲呢包围陈情兼抗议，因这在地人拢和这爆炸惊到。空保局甲劳工局会动发中油530万，并且强制停工。今日来中油大拿炼油厂已经违规4摆，昨暝是第5摆出代志。连市长陈其迈就骂中油讲，真正是不应该。炼油厂烧起来，大火烧过，和白烟拢抢真悬。太恐怖了！火烧到真尾，阁听到爆炸声音，和附近的民众拢惊一跳。中油爆炸了！昨半暝10:35分，中油高雄大拿炼油厂厂房爆炸导火，消防局派26台车、49个人来到现场救援。火嘛伫咧1点钟后拍花，不过因为中油大拿厂事故一直咧传，和当地真侪里长和民众拢真倒弹。你地方政府甲我迁村迁地啦！我家代表来呀！市长陈其迈嘛随赶来到现场了解状况。叫民众包围起来，大家气幕拢真歹。对这摆事件，陈其迈讲无应该阁发生，公安意挂。中油应该要痛加检讨，不应该这个在这个公安有任何的闪失。听中油咧讲，是因为第三重油脱硫工厂伫咧做细修加压氢气，施工的过程无设立，互氢气倒起来，才会点到管线内底油种爆炸。到底是设备走抓去，或者是人为因素，还阁进一步调查。不过中油大拿炼油厂这几年来，2月、3月、4月都违规4件罚款166.5万，昨暝阁新爆炸，环保局以违反空污法，甲因罚500万，劳工局嘛甲因罚30万，嘛叫第三重油脱硫工厂全面停工。不过，就算这场火已经拍花，嘛是无法度安打民众心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